使徒行传第23章。保罗注目看议会的人，讲：各位兄弟，我行事为人，是在上帝的面前照良心来做。直到今日，大祭司阿拿尼亚吩咐其在身边的人删保罗的罪过。保罗对他讲：你俩只分拍的表啊，上帝会修理你。你初菜的位是按照法律审判我，你用做得违背法律，喊基督打我啊！其在顺头的人讲：你用做得侮辱上帝的大祭司啊！保罗讲：各位兄弟，我唔知佢係大祭司，聖經講過，唔好誹謗治理人民嘅官長。保羅看出這群人當中，有的是撒都該黨的人，有的是法利賽派的人。佢就在議會中大聲講：兄弟啊，我係一個法利賽人，係法利賽人嘅子孫。我今日在這位受審問，係因為我盼望世人復活。佢一講這句話，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就相爭，議會分做兩派。因為撒都該人唔相信復活，也唔信有天使和鬼魂，總係法利賽人三樣攏總信。吵鬧嘅聲越來越大，有的法利賽派嘅經學教師企起來，強烈爭論講：我哋差唔多也嘅人有乜嘅唔錯，某一天專見有鬼魂，也係天使，老佢講話哦。人家越來越厲害，指揮官驚怕保羅本基督查爛，就命令兵嚟下去，對人群眾將保羅搶出來，帶入營房去。佢安撫住企在保羅身邊，講：你愛好膽，你已經在耶路撒冷為我做見證，同樣你也一天愛在羅馬做見證。天一大早，猶太人強下戒廟，法師在辭退保羅以前，唔食也唔飲，同廟嘅人有40人殺。佢哋去見祭司長老長老講：我哋去見發千重嘅事，唔是乜嘅東西，出到此事保羅。兩下，你哋老議會愛請求指揮官帶保羅來兩位，再以愛更加詳細來查問佢嘅事情。我哋會準備好些，在佢來到兩位之前刺死佢。保羅嘅外甥聽到這陰謀，就入營房去，老保羅講：保羅請一個軍官來對佢講：請帶倆後生人去見指揮官，佢有事情要報佢哋。嗰軍官就帶倆後生人去見指揮官，講：囚犯保羅請我過去，要求我帶倆後生人來見你，因為佢有事情要老你講。指揮官就牽佢嘅手，帶佢去順頭，問佢講：你有乜嘅事情要報告？佢應講：猶太人已經參詳好些，準備要求人，天公日帶保羅去議會，再以愛詳細查問佢嘅事情，求你唔好答應佢了，因為有40人殺，為埋伏等等佢了法國師唔食也唔靈，出到佢了刺死保羅。兩下佢了已經準備好些，等你嘅批准。指揮官吩咐了後生人講：莫分配人哋，你已經將了嘅事情報告我，然後喊佢離開。接等指揮官喊兩個軍官來，吩咐講：準備200個步兵，70個騎兵，長槍手200架。今暗晡9點鐘出發去凱撒利亞，也愛為保羅準備騎嘅馬，護送佢去腓力斯總督嘅位。指揮官又寫好公文，內容講：克羅提利西亞老總督腓力斯大人請安，猶太人捉到了嘅人，正愛刺死佢。我聽到講佢係羅馬公民，就帶兵去搶救。我想愛查明
记得过期的原因，所以带其到记得的议会去。我发现其并无乜嘅改始，也是爱管嘅罪名。记得过期，就是遇到记得法律嘅问题。后来有人对我报告，有人爱谋杀其，我临时就决定送其到你嘅位去，同时吩咐佢到年哥去你面前审告。佢條兵呢照所吩咐嘅，將保羅帶去，偷夜送佢去安提帕地。第二日，騎兵繼續護送保羅，其他嘅軍兵就飛揚去。騎兵來到凱撒利亞，將公文呈本總督，又將保羅交本記。總督讀了公文，又問保羅係哪省嘅人，啲佢係基利家嘅人，就講：等年哥來到，我就處理你嘅案件。然後命令將保羅關在希律嘅官府地位。